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聊餐饮行业。大家都知道，民以食为天，餐饮行业实际上跟我们的国民经济兴衰息息相关。如果餐饮行业一直走下坡路、低迷，说明什么？大家连吃都开始节约了，勒紧裤腰带。从侧面也反映出经济某种程度上的低迷。如果餐饮行业蒸蒸日上，非常火爆，那至少说明经济它有了一些起色，底气更足。所以我们不光要看房地产这种大项，也要看餐饮行业一日三餐，而且是刚需。今天新浪财经刊登一篇报道，主要是介绍海底捞的。大家知道海底捞这个不用介绍了，它的服务甚至一度成为一个行业的一个标杆，就像那个网红超市一样，大量的企业都模仿海底捞。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很遗憾，我到现在没有吃过一次海底捞，但是不影响我就着这个报道来聊一聊，就着海底捞聊一聊餐饮行业。他这个文章的标题叫少接待3100万人次，海底捞全年惨淡，关停搬迁85家，减员1.1万名员工，又有1.1万人失业。这让我想起了西贝是关店100多家。这不是一个企业这样，你看看海底捞也这样，上市公司，西贝是正准备上市的，叫冲刺 IPO 的，还有很多企业，包括咱们还介绍过什么小南国也是上市的，疯狂关店，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难道说明经济在好转吗？他这文章这么说的，他说今年初卸任 CEO 近4年的张勇再次回归海底捞， CEO 退到幕后，本来是养老了，当甩手掌柜，钱挣够了，该休息了。这个都能理解，你不能跟那个网红张老师一样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你赚再多的钱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实际上很多有钱人他赚了钱之后，他真的是退休了。你比如刘强东，当然了他也是有特殊原因，对不对？退到幕后去了，别那么累。张勇也一样，但是记住了，这些退到幕后的创始人被迫又回到前台的时候，只能说明这个企业出问题了，这就是我的判断。否则他没有必要有一个赚钱机器在为他赚钱，他就享受生活就行了，或者他干点别的他感兴趣的事情。那他为什么要打破这个，又跑到一线去累呢？那就是企业出问题了，人设崩塌。以前都是叫兄弟，他付出以后那都是兄弟。什么叫兄弟啊？不能创造利益的还能叫兄弟吗？这个咱说远了。创始人退出到幕后，然后被迫又再次回到台前，只能说明这个企业有问题，出问题了，创始人又回来救急。那么这个海底捞的张勇就这么个情况。昨晚海底捞交出了张勇回归后的首份年度成绩单，跟网红超市不一样。你这个海底捞它是在新加坡上市的，上市企业人家的年度报告年报正正经经的，还有第三方审计，你要为你的年报负责任，你要敢吹牛，你要胡说八道，立马罚款倾家荡产，这个不一样。所以你有讨论的依据。那网红超市他上下两个嘴皮一搭，想说什么是什么，你能把他怎么着？没办法核实，他也不用对他说的负责，谁让你相信呢？海底捞就不行，老老实实的把你的年报公布，你还得对你的每个字都要负责任。那么海底捞的这份成绩单那就很尴尬了呗，营收增速进一步放缓，创下近3年来的新低，规模净利润同比下降14%，利润还下滑14%，为4年来首次同比下滑。糟糕的业绩背后是核心运营指标的表现不佳。2025年海底捞自营餐厅整体翻台率为每天 3.9 次，相比2024年 4.1 次每天出现了下降。翻台率很重要，也未达到4次每天的及格线。2025年海底捞接待的顾客直接减少3100万人次。挑战之下，2025年海底捞关停或搬迁了85家自营餐厅，还有45家自营餐厅转为加盟，员工总数相比2024年更是直接减少11558名。海底捞还孵化了20个细分子品牌，同时加大在外卖上的投入，但目前这2块业务为海底捞带来的收入相对有限。从营收来看，海底捞遭遇了增长的瓶颈。我们要知道，海底捞就代表着这一类
这种风格的菜系，就是火锅类。你火锅类里面再怎么细分，反正大概就是火锅呗。海底捞不好了，那你只能说整个火锅细分里面肯定也好不了，进而整个的餐饮行业也大差不差。所以这个叫什么？冷暖都一样。数据显示，2025年海底捞集团实现营收432亿元，同比增长1%，营收增速相比2024年进一步放缓，创下近3年来的新低。海底捞在财报中给出的理由是，2025年餐饮消费市场面临竞争加剧、消费需求迭代的复杂环境。一个是竞争加剧，第二个消费需求也发生变化。那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全国餐饮收入依次为52890亿元、55718亿元。它这个应该是说规善企业，你年入营业额是200万以上的才进入统计。你这个路边摊或者一个小门脸，一年收入20万的，这个都不算，不统计在内，叫规善，有一定规模的。那国家统计局给的同比增速是20%、5.3%、3.2%。从行业整体来看，全国餐饮市场面临着增长乏力，但海底捞的增速远远低于行业平均值。从利润来看，海底捞2025年规模净利润40.5亿元，同比下降14%。这个海底捞解释称，利润下降主要受翻台率下降以及产品、场景等创新模式方面调整的影响。财报显示，2025年全年共接待顾客3.84亿人次，较上年4.15亿人次下降7.5%，相当于少接待顾客3100万人次。顾客人均消费97.7元，比2024年97.5元小幅下降，它不是增长了，人均消费是在下降的。其中翻台率是作为衡量餐厅红火程度的重要指标。2018年海底捞整体翻台率曾达到过每天5次的巅峰，是火锅行业平均水平的2倍。这一核心指标也支撑了海底捞的业绩增长以及上市。2021年海底捞曾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不是3年口罩吗？2021年全年亏损42亿元，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年度亏损。当年底海底捞宣布推出啄木鸟计划，关闭大量经营未达预期的门店，也是瘦身，同时制定一条规则，平均翻台率未达到4次每天，原则上不会规模化开设新的分店。如今看来，海底捞2025年翻台率无疑没有达到及格线，及格线是4次每天，现在只有3.9次每天。业绩不达标之下，海底捞2025年开始了进行关店、减员等降本增效措施。从门店情况来看，截至2025年底，海底捞品牌共经营1383家餐厅，其中自营餐厅1304家，年内新开79家，加盟餐厅共计79家，年内新开21家，年内自营餐厅转加盟45家。海底捞透露，报告期内有85家自营餐厅因经营表现未达预期主动关停，或因商业地标迁移或设备老旧而搬迁。从员工情况来看，截至2025年底，海底捞集团共有125620名员工，员工成本总额141亿元。对比之下，2024年底海底捞集团一共有137178名员工，员工成本总额141亿元。这意味着1年内海底捞员工总数减少了11558名。节流之外，海底捞也通过多元化方式开源。财报披露，2025年海底捞集团正式推行多品牌并行红石榴计划，已由内部孵化转向市场扩张。据悉，红石榴计划包括掌勺人和百姓餐厅2种孵化机制，掌勺人体系聚焦员工自主创业，百姓餐厅则偏向总部主导策划，如推动的项目孵化。截至2025年末，海底捞集团已运营20个涵盖海鲜大排档、寿司、西式轻食、小火锅以及中式快餐等细分领域的子品牌，共计207家餐厅。其他餐厅经营收入达到15.2亿元，较上年增长显著。不过整体来看，这20个子品牌为集团贡献的收入还相对有限，
在总营收中占比2024年是 1.1%，2025年是 3.5%， 这叫不值一提。海底捞还在加大外卖上的投入，全国已完成超过1200个外卖网点的布局，与所有主流外卖平台深入合作。财报显示，2025年海底捞外卖业务收入26.6亿元，较上年增长 112%。海底捞称还在持续优化外卖业务运作机制，研发更符合外卖场景的新产品，提高外卖业务利润率，同时支持红石榴计划下其他品牌尝试外卖业务。不过，与子品牌类似，目前外卖业务给海底捞带来的收入贡献依然在个位数，还未成为业绩的主要驱动引擎。2022年，在海底捞走出2021年谷底之后，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卸任了 CEO 一职，而面对2025年业绩再次陷入危机的情况，张勇也于今年初正式宣布回归 CEO 一职。而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带领这个传奇火锅品牌实现自救？想多了，在当前这个环境下，还想复制过去的成功，那已经成为不可能。为什么？实际上不是海底捞一家这样，所有有规模的连锁的餐饮，不同程度的都在出现下降，日子都难过。在这种情况下，想打翻身仗太难。这个海底捞这样的企业，一是大环境不好，第二，大环境不好，下面有更多新的品牌、新的消费场景、新的这种消费形式在出现，存量一下那是更难。吃火锅的人是越来越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2025年中国餐饮行业交出一份增速趋稳、结构分化、压力凸显的答卷。这个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这个不是谁自己在那儿编的，因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餐饮收入25年是57982亿元，同比增长 3.2%， 比2024年的 5.3% 和2023年的 20% 增速显著放缓。限额以上，也就是规上餐饮收入16337亿元，增幅仅 2%， 并且2025年12月单月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是下降 1.1%， 也是年内第4次负增长。也就是2025年整个12月里面，居然还有4个月是负的增长。所以说，表面复苏之下，头部连锁品牌集体承压，翻台率下滑，客流锐减，利润倒挂，关店减员已成为常态。刚才说了海底捞的现状，翻台率下降，这个客单价也是下降，利润那更是下降。这是海底捞，是火锅。那西贝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预制菜的事情跟老罗这个口水战，把西贝推到了台前，引发了预制菜信任风波。如果说海底捞是稳中求变的收缩，西贝那这是突发危机下的剧烈震荡。西贝莜面村曾以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草原牛羊肉加现切现烤定位家庭欢乐餐厅，2023年营收超过662亿元，门店400家，这规模也不小，对不对？定位西北民间菜的第一品牌，中国儿童餐第一品牌。2025年9月10日，罗永浩微博发文质疑西贝菜品几乎全是预制菜且定价过高，要求立法强制标注预制菜。此后舆论风暴持续，媒体实探曝光海鲈鱼含磷酸盐水分保持剂，保质期18个月，西兰花等菜品被指冲中央厨房加工。贾国龙承认自证循环。9月10日到12日，门店营业额损失从100万扩大至200到300万，客流暴跌 50%， 部分门店上座率仅 30% 到 40%。 尽管西贝进行了紧急自救，什么9项整改一大堆的，发放消费券，又给员工加薪500，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2025年11月整体营收 2.65 亿元，不及往年同期的一半，就11月份营收直接掉一半。单月工资支出 1.35 亿元，单店净利润历史新低，只有 5%。 从9月起无一家门店盈利，无一月现金流是正的。你想想这惨到什么程度？
截至2020年1月，累计亏损超5亿，预计2025年9月至2020年3月，一共要亏损6亿元。这个西贝比海底捞更惨，海底捞不涉及预制菜的事情，它是火锅，那西贝是现炒，但是你把袋子一打开一剪，往那锅里一扔，马上就拿出来，很多人产生了疑问。所以说2020年1月15日，贾国龙确认西贝关店102家，从370家减至268家，也就是关掉1/3，集中在上海19家、北京10家、深圳8家、广州5家等1、2线城市，涉及4000名员工，关店清单覆盖30个城市。公关总裁宋轩离职，贾国龙在朋友圈直言，铺天盖地的污蔑让本已千疮百孔的西贝雪上加霜。实际上大家对比一下这个小南国，对比一下海底捞，那西贝这样的局面也很正常。所以我说罗永浩他只是推波助澜了一下，加快了这一进程。西贝的惨状远超海底捞的常规调整，暴露了中式正餐在效率与信任之间脆弱的平衡，长期依赖中央厨房降本，降低这个食材成本30%，缺因未透明标注引发信任崩盘。所以一旦信任崩盘，后面采取什么措施都难以抵挡客流下滑，这个客流下滑直接减半了。所以说无论是海底捞、西贝还有其他的很多餐饮连锁，尤其是上市公司，大家可以看财报，他想骗人也骗不了。你比如说北京烤鸭是吧，那叫全聚德，你去看看。还有什么西安饮食，这玩意儿都是上市公司，这是在 A 股上市的，港股上市的也不少，小南国还有什么一堆，就知道这行业现在什么个情况。所以说海底捞与西贝的困境是2023年到2025年餐饮业的缩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餐饮收入从2023年52890亿到2024年的55718亿，再到2025年的57982亿，增速逐年腰斩，限额以上企业增速更低，很多是负增长。所以说2025年中国烹饪协会报告指出，行业稳中有进，结构优化，亮点频现，但限额以上餐饮受平台补贴竞争、政策差异影响，承压明显。这个有重要的原因他都没说。重要原因实际上第一个，2025年一个是禁酒令，也就是公务员这个就不能吃喝风。公务员如果你下班了，你请吃请喝，一举报你就完蛋了，这叫禁酒令。这是第一个，让本来低迷的餐饮行业就更加低迷。所以大家应该想起来，去年很多5星级饭店、星级饭店外摆，他都没办法，他只好在大街上摆摊儿。你想想，没有客户去吃饭，没有消费者，但是厨师还要养，你不能把厨师的裁了，对吧？为了不让厨师闲着，那就让他们做菜再出来外卖、外摆，这样好歹招点事。这是第一个，你看餐饮业暴跌的原因。第二个实际上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人口在下降。人口下降预示什么？第一个，结婚的少了，而这些很多高档的饭店，它本来就承接这些婚宴，那结婚的对数一年比一年少，是不是婚宴的需求是不是越来越少？即便有，现在婚宴的规模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结婚100桌、80桌，那现在差不离就得了，那桌数也没那么多了，每一桌的费用预算也没那么高，所以说这个大饭店的婚宴这块缩水一半。你说这个就要命，这是一个是婚宴，你结婚的少了，小孩也少了，小孩对人口出生率25年只有970多万呢，是790多万吧，记反过来了。小孩一少，满月宴、百日宴又少了，是不是个道理？这个一少，和以后的升学宴也会少。你看，这都是民间经济，本来这玩意以前都是如火如荼，都是构成了星级饭店的主要收入，现在这一块直接就眼见着它垮了。那星级饭店这块没有了，它只好卷竞争，对不对？它降价，性价比提高等等，把包间拆了搞大厅，这样它这么一卷，那其他的这个像海底捞、西贝怎么扛得住？它也得卷，所以说内卷加剧。这是第二个，从结婚出生率直接就导致5星级饭店越来越差。第三个就是会议少了，以前动不动搞什么论坛，这个会那个会，几个公司在5星级饭店搞个会场，完了中午吃饭。是这样，这个以前非常多，现在也少了，企业都不赚钱了，
还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企业的团建，比如说企业经常人力资源会请一个什么大嘴，或者请一个什么导师来给自己的核心员工上课培训，那不也在饭店里面吗？找个会议室培训3天，住在里面或者吃的，那都是酒店，就是酒店业务的主营收入。那再一个就是年会，这些5星级饭店承办年会，那多少桌年会没了，都是经济下行导致的。所以这些你看，你把这一摆，你就发现这餐饮业它肯定是不行了。因为我们先从头部说起，就是4星级饭店，这头部的饭店不行了，它也得活。本来人家是靠这些赚的盆满钵满，收入稳定。婚宴、神学院、会议、年会，人家是收入稳定的。现在这些收入没有了，或者减半，那他怎么办？那他只能往下卷，降维打击。往下卷，那你其他的什么海底捞、西贝这种，那你也就受冲击，那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所以说，而供给端严重过剩。你看刚才说需求是不是在下降啊？需求下降，供给端还在增加，那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得了吗？全国餐饮门店2025年8月达到883万家，不含团餐。2024至2025年8月新开716万家，关店654万家，净增62万家。这什么概念？就是开店的也多，关店的也多，最终又多了62万家。2025年上半年 1.71 万家实体店消失，全年注销吊销超过200万家。火锅门店2023年末是 55.1 万家，2024年到2025年持续高关低开，就是关的更多，开的少了。连锁化率从 19% 升至 23% 至 25%， 头部集中度提升，但未带来利润优化。火锅品牌9毛9中期营收降 10%， 净利润降 16%。 呷哺中期巨亏8000万。供应端严重过剩，而需求端我刚才已经说了，从婚宴这些到最后到企业的年会，都是肉眼可见的在减少，或者预算减少，规模减少。人均消费从2023年的 43.2 元降至2024年的 42.6 元，2025年的 39.8 元。这是中餐平均的人均消费，大家记住这个数。咱们中餐人均消费不到40块，这什么概念？火锅这细分，火锅人均从 86.7 元降至 77.1 元。你看，也就是说吃人也吃少了。以前婚宴的一桌不含酒水，比如1500，现在880就行了，就这意思。再不含酒水500吧，能办就办，酒水人家自己带。商务宴请减少 24%， 客单价降 9.3%。这个是有数据的，商务宴请你看减少了 24% 啊，这谁能受得了？居民收入修复缓慢，就业压力，青年失业，公务员欠薪传闻，经济不确定性导致理性消费，注重性价比，刚需，本地小店外卖、社区餐饮活跃，高线高端与网红店承压，外卖补贴大战进一步扭曲，商户订单增加，但利润骤降，近70%营业额下滑。下滑多少呢？有 50% 的店下滑了 20%， 这是营业额。净利润下滑那就更厉害了，大部分店利润下滑 30%。 当然了，这不光是海底捞、西贝是目前这个惨状，绿茶、泰二酸菜鱼都一样，翻台率下滑至 3.1， 关店超100家。而这刚才说的这些海底捞、西贝，这属于中档餐厅。那高档餐厅是不是有钱人吃的就好一点？实际上不是，上海的法餐，北京那些什么米其林3星的，这些都在停业。穷鬼套餐、穷鬼餐厅，低价内卷，利润微薄。2025年成了旧秩序崩塌、新势力崛起的拐点。现在很多地方多出了社区食堂这种类似的，10几块钱随便吃，如果你不打包带走，你就在里面吃，好像是15块钱，各个地方不一样，15块钱随便吃，你吃饱为止，也不管什么几个素菜，你随便吃，自助。那你说你还要怎么卷？那小餐厅哪干得下去？造成餐饮业困境的原因，咱们刚才说了，人口下降，加上行政命令，这边禁酒令，再加上经济低迷，这都是主因。2024年到2025年 GDP 增速放缓至 5%， 社零总额增速只有 3.5%， 也就是社零比 GDP 要慢。餐饮占比较高，但增速先收窄。居民收入预期不稳，资产缩水，也就是比如楼市下跌，中产纷纷返贫，就业波动导致捂紧钱包。
居民从报复性消费转向报复性存款，报复到存款上去了。商务宴请、聚会减少，家庭个人低频消费崛起，外卖补贴加剧食堂堂食分流。当然了，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原因，人工成本在上升。人工成本上升跟社保有关系。去年9月份传言这个小的餐饮店也要上社保了，搞得好的小的餐饮店只能关门，不关门那想办法就给人上社保，那这个本来的小店他就没有利润，他就请了3个人，这3个人再给他一上社保那就完了。当然还有的原因咱们不得不提，现在主力本来像这种餐饮消费大吃大喝的主力应该是20岁到30岁的，30岁以上的人实际上你让他吃他也吃不动了，真正能造的就是20多岁到30来岁的。但现在这个20多岁到30来岁的这些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他还在家待业，还在啃老，拿什么钱去造？没有钱去大吃大喝，这是一个原因之一。第二个，现在年轻人宁愿喝奶茶，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也就是刚才说的海底捞说的，年轻人口味发生变化，人家不追求大吃大喝了，这也是原因之一。比如说那个白酒就是这样的，人家现在年轻人他就不喝白酒，喝得少，但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所以你看这个白酒销量是一年比一年低，这就是消费习惯变化，也会对餐饮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餐饮行业实际上你反过来看，它就是经济的一面镜子。你从餐饮行业这个低迷，你就能看出这个经济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当然了，餐饮业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吃饭是刚性需求，但是由于供应过剩，竞争加剧，餐饮业恐怕还有很多要淘汰出清。餐饮业的寒冬这正在进行时，还谈不上说寒冬结束了，看见曙光。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无论你是什么品牌，你是怎么加盟怎么吹，你要知道这个大背景是收缩的。我们不能排除某些新概念，对吧？新的品牌突然冒出来，但是这个我可以肯定，基本上都是昙花一现，更多的都是为了收割那些加盟商的。所以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我们多看一看餐饮行业的现状。大家在自己日常生活中，你小区里面的、你们企业单位的边上的那些店铺关停的，一会儿关一会儿开，这个城头变换大弯旗，今天是卖包子，过几天变成卖拉面，再过几天变成小烧烤，大概就能看出经济形势。这个不需要看数据，你就看你身边的这个小店本来开着好好的，老板又换人了，那说明这不行，又来一个傻子接手。所以说经济好不好不需要你去看这个数据去分析，看谁唱多唱空，自己去观察也能窥知一二。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